大家好，歡迎參到咁今次介紹落馬洲嘅車站指南，就係2021年8月啦。雖然冇咗封面啦，即係大家佢就係我哋圖啦。之後冇地標就係深圳地鐵37號線。之後就係電話號碼車站模塊就8號3車7號2號店。之後乘嗰班車就呢個車就唔啱啦，但係都改咗13:55紅磡呢度。之後就係車站交流圖，之後就係大橋2.2嘅路線圖。圖2.1咧就係未有高鐵版本嘅。鐵路2.15咧就係未有全環線嘅。咁1號月台嘅列車就係先講2號月台嘅事先啦。2號月台嘅列車就係喺上水啦，上水轉軌入2號月台。之後順便掉頭，之後到1號月台嘅列車離開，轉軌返上水，到下一班嚟到列車嘅1號月台上客，然之後掉頭。到底班車離開，走啦。咁好啦，咁今次嘅落馬洲站介紹呢度，咁下一集車站指南，下一集咧就介紹藍田。咁觀塘線個集見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